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有關退休資訊，或者邊一個城市享受退休生活，可以留言俾我。近40%香港受訪者都想北上大灣區退休。珠海、深圳、廣州。首先講下我哋珠海，環境好，生活節奏慢，到處都可以見到海，最重要物價仲要比港澳平靚正。從街邊嘅小食到高檔嘅餐廳都有，比一線城市更具性價比。喺珠海仲可以實現海鮮自由。珠海嘅城市規劃十分合理，交通便捷，生活設施完善，被評為中國宜居城市第1名。我哋口岸城 B 區新招入嘅超市，啱啱試業就已經逼爆晒澳門人啦！中意慢節奏嘅仲可以去海邊、離島享受生活；中意熱鬧都市嘅隨時可以過澳門轉一轉。想返香港見下啲街坊打下麻雀嘅，港珠澳大橋1小時到達。想去其他城市探親嘅都可以，高鐵直達。第2位深圳，香港人成日去，攬一步就到啦，真係好平啊！點解會咁抵嘅？呢個就係香港人喺深圳嘅口頭禪啦。依家喺深圳嘅街上，大型嘅商超甚至係菜市場，到處都係香港人。同一杯蜜雪冰城，香港要9蚊，深圳先需要3個6毫8。陳師奶話食個早餐做個 facial， 揼個骨，唱個 K， 洗個頭，買埋餐送返屋企，500蚊有找，抵到爛。喺衣食住行玩各方面，從價格、品質到服務，深圳都係碾壓香港嘅。第3位廣州，食在廣州，全廣東最多美食嘅就廣州啦。廣州係千年商都，經濟發達，多種交通生活配套好方便。香港嘅生活成本高，尤其係房價，對好多人嚟講都係壓力。對比之下，大灣區嘅其他城市就低得多啦。同等嘅價位喺香港淨係可以買個床位，而內地簡直係大型嘅遊樂場。除咗以上3個城市，佛山、東莞、惠州、中山、江門、肇慶都有唔少港澳人士選擇定居嘅。醫療服務廣東又快又好，所以好多港澳人士都入去內地交醫保，而且真係好平，一餐飯錢交1年，買埋社保仲可以享受埋內地退休金福利。到時候一邊享受港澳嘅退休福利，一邊攞住內地嘅退休金，喺大灣區度享受退休嘅生活，真係雙重嘅幸福。孤之有孔明，游鱼之有水也。